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丽，美丽丽，丽就是好看的意思，冒车花光明的意思，像咱讲美丽、壮丽、秀丽。另外，还佫有一个词读做丽豆，这丽豆就有派头、声色清爽的意思。啊，若是高丽菜，就要读做丽第五条。咱特别小解一粒高丽菜，某人讲是玻璃菜、包心菜，其实高丽菜和高丽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是荷兰人传入来，因为荷兰语的关系，才会读做高丽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美丽，也就是真水；第二个词秀丽，唔但真水，也佫真秀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山内这间厝边啊一条溪，看起来真美丽；水前摆一双鞋，看起来同款真秀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丽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丽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